再来看这个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有一个外号“超王”，总是把这代志超切甲真水开。啊有风声讲王金平最近出手咧斗敲这个县市首长的人选，敢讲伊要出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。啊，这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龙讲，王金平袂去做迄种超过本分的代志。 飞行外套纪念小物隆重摆出来。11月24，国民党创党130年，一届主打少年国际化，党庆小物嘛，甲过去无共款。不过主席朱立伦即马压力应该是不止啊大。王院长的亲友团这样的大阵。看前立院院长王金平最近活动袂少，毋但是去东海大学做英语讲座教授，阁有山顶课程传授沟通的协调心法。超王出马传出，毋但是干那斗桥县市首长的人事布局，敢讲党主席这个位伊嘛有意思。民党现在党主席是朱立伦，王院长不会去做这种事啊。 不会去做这种越俎代庖的事的。就惊英仔话伤害家己人的好气，李乾龙好认传闻。不过除了党内事，过去总统大选的拿白合闹了无欢喜，未来是袂当过来一届。传出朱立伦2026的大选地方选举的部分，特别是针对第三势力接受多关的心得，是国民党立委徐欣盈、地政欠顶人，甲声量真悬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来合作，凡事会当甲科技声收调。省着有黄国昌，佮加上宜兰前 立委陈婉慧嘛，互点名，两人联合参选，阁会当小听声势。中国国民党那一边，他们选战的布局，基于政党的主体性，我们基本上都是予以尊重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谈是不是要合作，在哪里合作可能都太早。 也不是选举的期间，我们希望国民党可以让自己更好。双方话拢无讲透，毕竟国民党的党主席改选大胜，县市首长的选举下尾，朱立伦就要拼通关，要安怎讲合作，才会更加清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